228纪念碑。这个碑毋是纪念收魂，也毋是镇压往死的冤魂，伊代表大家违反和平就付出的代价。这个碑袂使代表公义，也袂使消除历史的污染，伊代表原罪。违反正义就负担的原罪，用这个碑埋葬历史，用这个碑开创历史。